大家好，歡迎收睇古洞平台，我係 Conita 洪麗萍。又到週末啦，又同大家跟進下個大市啦。尤其是過一個禮拜，港股嘅表現咧都相當之疲弱。咁當然美股亦都係反覆偏弱啦。咁所以拖累到港股嘅走勢。咁如果喺咁嘅波動市之下，大家嘅投資策略應該點呢？尤其是自己本身嘅組合喺而家呢個時間，究竟應該點去處理？咁陣間同大家咧講一講呢個話題。另外咧，下個禮拜二咧就阿里巴巴會公布業績啦。咁阿里巴巴市場而家預期佢個業績係點樣呢？一陣我同大家咧喺呢方面俾啲數據大家參考一下。咁同埋就係領展同埋小米咧都公布咗業績。咁呢個股份呢兩隻股份咧，陣間同大家講下究竟喺業績之後，究竟應該點去部署？咁大家睇完之後咧就記住啦嚇，俾個 like 我啦，跟住咧 share 俾你嘅朋友嚇。如果大家都仲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咧，記住撳埋下邊訂閱嗰個掣，以後你就可以定期咧收到我嘅影片噶啦。好啦，咁啊先同大家跟進個大市先嚇。港股喺過一個禮拜咧，除咗話星期四恆指升咗5點之外咧，其他個交易日咧都係下跌嘅。咁當中主要幾個原因啦。第一咧就話，譬如好似騰訊、小米呢啲業績其實比預期好嘅，不過帶動唔到個股價。咁另外就大家諗住等 Nvidia 嘅業績啦，咁但係 Nvidia 嘅業績出嚟亦都係比預期好嘅喎。但係咧美股咧稍為升一升之後，跟住咧又倒跌，咁所以令到整體咧令到香港呢邊個市場氣氛咧都明顯係受影響嘅。咁啊加上就係市場咧亦都開始咧就話對於美國嚟緊喺12月咧減息嘅機會率咧已經不斷下降。而家講緊話減息嘅機會率咧去到40%樓下。咁所以亦都影響住啲整體大市嘅表現，尤其是啲科技股。咁啊，恒生指數咧成個禮拜嚟計咧跌咗1353點，即係話跌咗5.1%。收市咧係25,220點，差唔多咧係全個星期嘅接近低位收市噶啦。因為最低咧都係25,178點，但係最高咧係曾經上到去26,500點嘅喎。咁科技指數跌得多啲添嚇，科技指數咧跌咗7.2%，咁就收市咧係5,361點嘅。嚟緊呢個禮拜港股嘅走勢咧，我諗主要留意住咧就係美國方面，究竟會唔會咧因為美國嗰啲政府部門已經回復呢個工作啦嘛，咁會唔會陸續有啲數據出嚟咧？如果啲數據係出嚟嘅話，咁市場點樣去揣測美國12月減息機會咧？咁不過我自己覺得因為喺過一個禮拜已經咧，大家預計嚟緊12月減息機會率咧，降到去40%樓下噶啦。咁所以就算你話出嚟再揣測個減息機會率咧，其實我覺得對個市場嘅影響咧，相對會係細啲嚇。咁所以變咗美股咧，我諗波動性咧，亦都會咧係收窄。咁而加上就係嚟緊星期四啦嚇，美股就全日休市，星期五咧就半日市嘅。主要就係因為呢個感恩節假期。咁而香港呢邊咧，主要就留意住星期二阿里巴巴公布業績，咁而星期五咧就係美團3690咧，亦都會公布業績嘅。咁阿里巴巴嘅股價跌咗咁多嚇，到時嘅業績出嚟，如果或者係甚至乎講緊佢嚟緊個投資嗰方面帶到一啲新嘅前景出嚟，個市會唔會有機會做翻好啲咧？咁呢個大家值得留意嘅。至於另外就係睇下內地啦嚇，內地市況咧都係偏弱。似乎咗資金咧都係比較緊絀，咁所以預期咧恒生指數咧可能都要咧穿25,000點嘅水平噶啦。如果你話試翻去8月底嗰個位咧，咁即係話24,800嗰啲位噶啦。反為喺呢個階段咧，我覺得大家喺個策略方面咧點樣去部署咧係比較緊要啲嚇，因為過去一個禮拜你睇到個市，尤其是美股方面都咁波動嘅話咧，咁早前其實都建議大家嘅嚇，尤其是一啲譬如中特股啦，或者係一啲叫高息股，包括咗一啲內銀股同埋內險股咧，咁都建議咧就話個股價其實都升到好多啦嚇，內銀股咧亦都升到去一啲歷史嘅高位，咁建議大家咧減持一部分嚇，年底減持一部分咧嚟對套下利，咁亦都建議過，咁唔知大家有冇跟進啦？如果冇嘅話，咁睇下會唔會嚟緊呢個禮拜都仲有機會係減磅，因為我覺得呢啲股份咧升咗咁多，如果年底前咧，我諗有啲基金都可能希望就鎖住利潤先嘅。咁但係唔係話呢類股份唔好只不過即係話佢高位你套咗利之後，睇下會唔會咧嚟緊再作一個新嘅部署啦，等佢調整嘅時間。但係科技股咧反為似乎仲未跌定咁科技股咧，如果你話要入市嘅話咧，我就覺得可以再等一等先噶啦。咁另外就係講翻幾隻股份，因為都好多人咧就關注到嘅。第一就係隻呢個9961，即係攜程。咁個股價跌咗落嚟咧，可能都係因為咧中日嗰個問題。咁但係呢個我相信影響咧
就相對會比較細啲嚇。如果你話嚟緊聖誕節啦，咁仲有就係一啲再遠啲嘅就係當然講緊呢個春節假期啦咁。但係聖誕節其實攜程做一啲國際嘅業務噶嘛，都有做咁，所以其實我諗咧呢隻股份如果有咧，我都建議大家持有住先嘅。咁而另一隻咧，亦都好多人問到就係隻3750嚇寧德時代究竟鬧得未嚇？跌就跌咗好多噶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如果你呢個既然喺呢個解禁期之後個股價其實比對招股價亦都升咗好多。加上咧，我諗就係佢目前咧對 A 股嚟講，佢仲係有一個好大嘅日價，咁所以我相信個股價咧調整未完嘅嚇。如果大家真係諗住入市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再等一等，就唔需要急啦。好啦，跟住又同大家跟進翻恒生指數成分股嘅變動啦。咁啊，公佈就會將恒生指數裏面咧成分股就加入咗隻信達生物，咁就101。咁而科技指數咧就加入咗隻零跑啦，剔除咗隻 ASM 太平洋。咁另外國企指數咧就加入咗隻101信達啦，同埋咧就係中國宏橋。另外仲有就加入埋隻百勝中國9987。咁不過都剔出咗3隻嘅，一隻咧就係新奧能源，另一隻咧就係海底撈。另一隻咧就係新東方嚇，咁呢個就最新嘅公佈，就會喺12月5號咧就正式生效嘅。好啦，咁啊跟住同大家咧跟進翻隻阿里巴巴嘅業績啦。咁其實咧佢咧就會喺下禮拜二先公佈業績嘅。咁而家就同大家睇下市場上面咧，而家就睇點樣去預計佢個業績咧咁。因為其實阿里巴巴嗰個即係財政年度咧同其他有唔同，佢咧係3月結嘅，咁所以今次公佈嘅業績咧就係今年7月至9月嘅第二季業績，亦即係咧就話係由4月至到9月嘅半年業績。咁啊，如果你睇翻目前咧，佢經過完全改組之後咧，而家係4大業務啊嘛，一個就係中國電商，另一個就係國際電商，另外仲有就係雲智能嘅業務，同埋咧一個板塊咧就係其他嘅業務。咁啊，而收入裏面咧，大家預期今年第二季啊，即係佢7至9月咧，就係個收入喺2360億至到2400零億左右。咁即係話咧個增長咧係低單位數字嘅，即係零嘅增長至到咧大概4% 嘅增長。咁而非公認財務會計準則嗰個嘅盈利咧，就係有82億，最高嘅預測咧都係講緊112億嘅啫。咁即係話咧係會減少咗70%至到咧係77%嘅。咁呢啲其實都係大數，大範圍咧最主要我諗係睇翻啲細數啦。關注嘅就話個即時零售，即係話佢嗰陣時參與咗外賣啊，同埋閃購啊呢啲。咁嗰度咧個虧損有幾大咧？而家預佢咧個虧損都有300幾億嘅。實際出嚟個數字幾多咧？咁到時就睇下會唔會同市場上有乜嘢嘅分別啦。另一個就係國際電商，國際電商因為成個大嘅投資經濟環境，所以喺呢方面咧，國際電商都應該係會出一個倒退噶啦。反為就係話 AI 嘅產品啦，同埋呢方面嘅收入咧，就應該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增長。雖然個基數同樣可能係會低，所以個增長咧係比較大。咁嚟緊我諗大家焦點咧都會睇，除咗話業績之外咧，最主要都會睇埋佢咧喺雲收入同埋佢個資本開支會係點樣。因為上個禮拜佢自己總裁都曾經講過啦，佢嚟緊咧都會建設一個咧超級嘅即係 AI 基建嘅項目，咁就打造一個超級 AI 雲。咁究竟喺呢方面要投資幾多咧？同埋嚟緊就話佢喺個即時零售方面嗰個即係業務，對於整體嗰個協同效益會係點樣？呢幾樣都係值得關注。咁至於上個禮拜都同大家講過啦，佢而家嗰個千問 App 咧嗰方面咧，就應該對佢發展嚟講，起碼就可以進一步打入呢個零售消費者嘅市場。咁呢個係正面嘅嚇。上個禮拜同大家講過噶啦。咁睇下到時管理層會唔會喺呢方面都有多啲嘅跟進啦。咁不過個股價近期嘅表現咧，本來喺週初嘅時間都即係個市跌，佢個股價反為都喺155蚊啊、157蚊附近啲位上落。但係星期五嗰日咧，你見佢個股價咧就失守咗150蚊。咁其實近期咧，佢最主要就係由115蚊啲橫行區咧上到180幾蚊嘅嚇。咁而家咁樣，如果你話真係要個升咗71蚊，然之後調整翻一半咧，其實應該就150蚊左右。不過既然咧穿咗嘅話咧，我相信大家就要睇定少少。其實150蚊咧，我覺得如果從估值同埋佢個業務發展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你中長線咧，其實係有嗰個即係吸納價值嘅。咁當然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如果你本身有貨咧，就唔好隨便咧再去加注嚇。咁如果你話真正嘅，我自己都會睇翻，等埋個業績先嚇。如果你話即係已經有貨嘅，睇埋個業績。如果你未有貨，下個禮拜如果佢真係喺148蚊啲位如果守到咧，我諗你都可以考慮咧買
買住第一注先嚇，但係咧都係要分住去買，因為等埋佢個業績再決定究竟係咪要加注，還是係到時有啲咩新嘅策略咧？咁呢個到時再考慮啦。好啦，咁啊跟住又同大家跟進翻隻領展嚇823，佢亦都公布咗咧嚇今年4月至到9月嗰個中期嘅業績。咁其實最主要咧受住呢個整體個零售業務唔好啦，再加埋咧佢而家喺呢個中國內地同埋香港，佢哋嗰啲續租嘅租金咧調整嘅都係出現一個負數，即係話續租嘅時間咧全部都係減租，咁所以令到佢哋嘅業績咧係受影響。你睇今次咧上半年嚇中期咧，其實佢嗰個物業嘅收入淨額咧係51.78億，咁即係話比舊年同期咧跌咗3.4%，咁而可分派嗰個總金額咧就係32.83億，咁比舊年同期咧就跌咗5.6%，咁而每一個基金單位可以分派嘅咧個金額就係1個2毫6仙88。咁比舊年同期咧就減少咗5.9%。咁因為呢個數字咧，我相信咧令到市場咧對佢個股價點解個公佈完之後個股價跌得咁多嘅其中最主要嘅原因。咁而睇翻啦喺即係香港呢方面嗰個物業組合咧個收益咧係比舊年同期咧係跌咗2.4%嘅。咁而咧佢本身嗰啲續租嘅租金咧平均咧係跌咗6.4%，咁呢個咧亦將會咧係反映喺嚟緊嘅業績嗰方面咧，其實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壓力嘅。咁當然其實咧因為而家電商嘅影響啦，所以佢喺嗰啲店鋪方面咧，其實租戶方面都已經係不斷調整㗎啦。目前嚟計咧有60%嗰啲租戶咧都係同呢個餐飲啊、超市啊或者係食品啊相關嘅租戶嚟嘅嚇。咁而至於內地方面咧個情況表現咧比起香港差啲添嚇，因為咧你睇到佢內地零售物業組合個出租率雖然有95.9%，但係喺續租個租金嗰方面咧係錄得咧負數，即係話個租金要續租嘅時間咧係減咗16.4%。咁其實呢個幅度都幾大嚇。咁當中其實咧涉及到嘅咧就係話主要係因為喺北京中關村嗰兩個項目。咁因為嗰兩個項目咧，其實面對住嗰個即係租金調整嘅壓力咧係最大嘅，所以咧反映翻咧就話佢成個整體計咧，佢嗰個租金咧下調咗16.4%咧，其實最主要係呢個原因。咁當然啦，即係尋日同佢啲管理層都傾過，咁其實最主要就係中關村嗰方面咧，其實由呢個過去以呢個科技為核心，但係而家咧呢方面咧已經係轉型晒，咁所以喺嗰個佢哋周邊嗰啲即係項目啦，或者係其他嗰啲同業嗰啲項目咧，其實不斷咧都係咧嗰個即係喺面對住嗰個租客方面咧係一個好大嘅轉型嘅問題，咁同埋競爭亦都好大，咁所以變咗啲租金咧出現一個倒退。我諗領展咧其實嚟緊嗰個業務嘅前景咧，最主要都面對住兩大嘅問題。第一個咧就係話，因為目前嚟計，就算你睇到近期好似香港個零售市道好似穩定翻啲，但係因為咧其實佢簽嘅租約咧係減咗租嘛，咁所以呢啲減租嘅租約咧會喺即係通常都會簽2年嚇，有啲甚至乎可能3年添。咁呢啲租約咧，你可能如果減租之後咧，你會喺嚟緊咁多季咧，嚟緊幾季咧，你都會陸續反映到就係佢個租金收入咧係會減少嘅。咁當然你話有啲之前咧係冇減租嘅，咁嗰啲可能咧就會即係仲係繼續嘅話咧，咁你變咗係可以抵消到，但係最近而家你簽嗰啲減租嗰啲咧，就將會喺嚟緊嘅幾季咧係反映到嘅，呢個係值得留意嘅。另一個咧就話佢哋不嬲都喺度繼續咧係將個成本減低㗎啦，但係近期咧似乎就喺嗰個即係公司嘅架構嗰方面咧係做一啲比較大嘅動作，希望咁樣去減低個成本。咁所以其實如果不論你話係裁員好，或者點樣去即係將個調整嗰啲人事都好啦，喺呢方面可能都會有啲嘅一次性嘅即係開支啦嚇，譬如話呢個補償啊等等咁，所以都會影響到整體嗰個淨收入嘅。咁所以嚟緊我相信，如果個淨收入減少，對於佢每一股佢嗰個可派收入嗰方面咧，都可能會有個壓力喺度。不過其實如果你睇翻領展嚇本身喺財務方面咧係十分之穩健嘅嚇，目前嚟講佢個淨負債比率都係22.5%。咁如果你話美國減息，其實佢上半中期嘅業績都睇到㗎，佢嗰個利息嘅開支、利息嘅息率咧係減低咗。如果嚟緊再減息嘅話，咁對佢呢方面咧都係有啲幫助嘅嚇。不過就因為減咗個影響咧，其實對佢個影響嚟緊都仲係比較明顯啲。咁所以個股價你見咧反應咁大嚇，由40即係公佈業績前45蚊跌到落去咧35蚊。
咁其實都跌咗唔少啊，跌咗10幾%。但係如果你睇下翻我正話所講嘅因素咧，短期嚟講，如果你睇佢個息率跌到落呢個水平，假設即係話佢嚟緊再嗰個即係可派收入嗰度，每股可派收入再減5%，其實個息率咧都有成6厘嘅嚇，理論上就係吸引。不過即係既然面對住咁嘅即係嘅因素或者不明朗因素咧，可能啲人咧都會趁機咧就去套咗離線。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喺呢啲位，如果你未套利嘅，咁如果你睇下你咩買入價啦嚇，咁如果你話其實計翻你自己個買入價，按個息率嚟到去睇翻，如果真係個息率都仲係有6厘或者樓上嘅，咁都建議你繼續持有住先。但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就話正話提到佢嗰個租金減之後咧，要陸續嚟緊幾季都會反映到呢個負面嘅影響。咁所以變咗都要抱住一個起碼咧持貨，你可能係講緊話即係2、3年嚇都繼續收住息。如果你有一個咁嘅心態咧，我覺得你可以繼續持有嘅。好，跟住同大家講下隻小米1810嚇，因為佢又公布咗咧今年7至9月嘅第3季嘅業績，其實業績表現唔錯嘅嚇，不過股價咧出完業績之後就下跌，咁咩原因咧？一陣間同大家講下。咁先講翻佢嗰個業績先，第3季佢個收入咧係增長咗22%，咁即係話有1130幾億啦。咁如果非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嘅純利咧就係有113億，咁即係話比舊年同期咧係增長咗80%。咁而當中咧最主要就話佢佔7成幾收入嘅個手機同埋人工智能物聯網個業務咧係增長咗1.1%，咁呢個增幅咧其實就真係好細嘅。咁反為就話汽車方面咧嗰個收入咧係增長咗差唔多2倍。咁但係咧喺季度嚟講咧，第一次下季度咧佢喺個汽車業務方面咧係有盈利。咁如果你睇翻佢喺嗰個即係手機方面，即係智能手機方面咧，其實佢個收入咧都有輕微增長1%。咁但係如果你講佢個銷量，手機嘅出貨量咧喺全球嚟講咧都係排第3。咁但係個收入咧只係得輕微增長。其實當中主要就話個量都係唔錯嘅，但係咧每一部手機佢嗰個價格咧就有所下跌。咁內地嘅手機嗰個即係嘅每一部手機咧，佢個價係升嘅，同埋都因為出咗一啲高檔嘅手機，但係都另一啲咧又因為低檔啲嘅手機啦，咁變咗個 ASP 嗰度，即係每部手機個整體個平均售價咧都係有所下跌。咁而即係另一個就係物聯網嗰個同埋消費品嗰個收入咧，亦都下跌咗28%。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要睇翻啦，佢嗰個整體個毛利率係有22.9% 嘅。咁當中其實如果睇翻汽車個毛利率高啲25.5%，咁而咧手機個毛利率咧就係22.1%。咁但係整體毛利率都係比舊年同期係有增加嘅喎。咁究竟嚟緊我哋關注佢啲咩問題咧？咁其實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如果你睇翻佢今年到目前為止嚇個汽車個出貨量35萬台嚇達標，佢亦都講緊話嚟緊呢幾個禮拜咧已經可以交付晒35萬部噶啦，全部今年嘅數量已經可以出到。咁反為我覺得咧就話喺個手機方面咧，佢個銷量係唔錯，出貨量係唔錯，但係個手機咧佢係靠住咧而家去除咗內地繼續打一啲高檔嘅手機，但係嗰個競爭大嘅。咁而家就要睇下佢嚟緊仲有到啲新機出啦。我諗嚟緊幾個月就未有嘅，要等到出年噶啦。咁而另外就話佢個量咧係靠住咧喺其他嘅市場一啲咧係而家再出翻啲紅米嘅手機，咁嗰啲咧個價係比較低嘅。咁所以會唔會擔心就係嚟緊會唔會拖低佢個毛利率啦？咁啊另外就係話喺嗰個手機方面咧，而家面對住其實唔係淨係小米噶啦，成個通行都係面對住咧手機嗰啲芯片價格上升。咁因為個供應唔夠，咁所以咧呢個亦都影響到佢個成本，會唔會同樣咧加重咗佢嗰個毛利率嗰個壓力咧？咁而另一樣咧就話家電補貼方面咧，過去2年已經做咗好多啦，嚟緊咧家電補貼嗰方面咧，其實已經即係話會減少，亦都對嗰個事實上最好嘅銷售過去2年嚇嚟緊嘅銷售呢度反慢咗咧，會唔會亦都影響住佢喺嗰個家電啦同埋嗰個物聯網嗰個收入？咁不過咧。即係話呢幾樣因素咧，令到佢嗰個股價咧，其實咧都下跌咗唔少。咁因為關注點咧就係喺嗰個汽車方面。如果而家目前佢出嘅新嘅型號車，
全部都係賣緊嘅。咁出年就睇佢繼續咧係交付嘅情況係點樣。不過如果你話佢下一出年嘅時間，如果其他同行繼續有新款嘅汽車出嘅，咁小米究竟有啲咩新嘅汽車出嚟呢？咁到時個市場係點樣，同埋個價係點呢？咁呢個大家要密切留意。咁亦都係暫時嚟講呢，我覺得呢個都係有少少嘅不明朗嘅。咁所以個股價呢跌呢，我相信係大家對於佢嗰個前景嘅睇法，同埋我之前同大家講啦，就係目前。即係話我哋所講嘅，全部都係現有嘅業務。咁究竟有啲咩新嘅業務，或者有啲咩新嘅催化劑，令到即係話喺呢方面嘅嘅因素可以即係反映或者係抵消到咧咁。所以目前係未有呢樣嘢嘅時間咧，個股價你見明顯下跌都係有原因。咁啊之前咧建議大家咧係減持噶啦嚇，咁啊大家有冇減持到啦？如果冇嘅話咧，其實如果今次佢再有機會彈翻上去40蚊咧，其實都應該減持一部分。就算你話即係博佢嚟緊有啲新嘅業務啊，咁你都只係留翻一部分好啲啦。咁啊好在佢自己本身咧都有做回購，下星期四開始咧見到佢都回購咗，用38個1咧都回購咗5億元嘅一啲股份。咁同埋北水呢幾日咧都係買緊嘅嚇，咁所以都唔排除個股價咧有機會咧希望彈翻上去40蚊都唔出奇嚇。但係嗰個股價上升嘅動力有限，就擔心會唔會有進一步，譬如話要落翻去35蚊樓下咧，咁呢個都唔出奇嚇，所以大家就要比較審慎啲好啲啦。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我就同阿迪傾下偈啦。阿迪咧就係星展銀行環球金融市場上市產品主管周國威。阿迪你好，Connie你好。係啊，冇嚟3個禮拜咯喎。係啊，咁啊呢個禮拜啲天氣同個市一樣。啲溫度又跌，個市又跌啦。係咯，即係麻麻地下個市差唔多跌足5日㗎。係啊，除咗有一日升少少之外，咁如果咁情況之下，譬如尤其是啲科技股跌得多啦，有冇啲乜嘢嘅策略啊，或者有啲咩產品咧？係啊，嗱，咁其實的確咧就係都有再講翻之前有提過一樣嘢咧，就係當個市弱嘅時候咧，你見啲舊經濟啲內銀內險咧就相對就頂得強啲嘅，係啦。咁但係見個大市都跌到嚟25000，好似你話齋啦，啲科技股有份帶落嚟嘅。咁但係今次咧就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呢邊啲科技股，其實望望美國嗰邊啲科技股咧，其實尤其是啲盈利能力冇咁好咧，跌得仲誇張啊，2-3成、3-4成咁跌。咁所以咧，見到其實環球個市場咧近排都比較波動。不過波動還波動啦，嚟到呢個階段咧跌到落25000邊啦。咁亦都咧科技股啊或者整體嘅港股咧業績都公布得七七八八。咁就係差唔多接近壓軸嘅大股咧，其中之一就係隻阿里巴巴啦。係啊，下個禮拜二公布業績啦。冇錯，阿里巴巴咧，咁我哋其實上一至3個禮拜前都有提到嘅。咁當時個市都相對個高位啦，咁就大市一路由27000落25000咧，咁阿里作為恒指成分股咧都受到拖累嘅。咁啊都借呢個機會咧，除咗話之前有啲 call 輪就盈利之外咧，其實都真係就反映咧防守啊止蝕嘅重要性。咁譬如啦，好似上次嗰隻帶上嚟嘅 call 輪啦，咁個參考個防守位就160蚊。咁如果投資者喺度緊守個紀律嘅話咧，咁你唔係鋪贏。咁如果有一鋪萬一真係要執行止蝕嘅時候咧，投資者都要果斷啲啦。咁你望翻轉頭啊，其實真係如果160蚊執行咗止蝕，正股又好，窩輪又好啦，你望翻而家個股價咧穿咗位都落到去咧150蚊都穿埋啦，今個禮拜。咁你又望翻係咪阿里自己比較弱勢咧？咁就都係同大市個相關性比較大啲啦。咁而家睇翻禮拜5啦，落到嚟147.6呢個位置咧，其實啱啱好咧見到有條綠色線啊，就係咧今年2月 DeepSeek 嘅時候見過短期頂嘅一個阻力位，再去到咧今年9月急升嘅時候咧，突破嘅時候咧，都整固咗幾日先至突破嘅呢個145蚊附近嘅位置嚟嘅。咁啊睇下咧呢個大半年嘅阻力會唔會由之前嘅一個阻力咧變做而家回調嘅一個支持位啦。咁另一個憧憬嘅因素咧就係嚟緊25號嘅季度業績。咁唔知啊 Connie 個業績你有咩預期咧？其實業績咧，我相信預期就真係睇個別板塊。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大家都預咗麻麻地嘅。咁係啦，咁啊電商大家我相信期望都不大㗎啦。爭在佢嘅 AI 嘅進展會唔會喺個電話會議度咧有進一步嘅公佈？因為其實近排阿里升咧都係升呢啲 AI 相關嘅一啲業務嘅部署。咁如果想用 call 輪睇升嘅話咧，嚟到140蚊附近呢個位置，中間部署一個升勢嘅話咧，咁啊 call 輪可以考慮就係22379嘅22379。咁如果睇好嘅話啦，呢隻嘅年期就下年嘅3月底先到期嘅。咁啊相對時間值每日大概就1.2%到嘅損耗。
號，咁啊俾啲價位大家參考翻，用翻禮拜五咧147.6呢個位置嚟做一個參考嘅話咧，22379個輪價就係7仙4收市嘅，咁啊用翻之前反彈嘅高位啦，大概165蚊嚟做一個參考嘅話，假設一個禮拜嘅持倉嘅時間值損耗同埋引伸波幅不變嘅話咧，如果一個禮拜到嘅時間值阿里有機會彈翻上去165蚊咧，咁呢隻嘅理論價錢大概就係毫三子嘅，咁對應7仙4嗰個位置咧都有潛在咧大概70%嘅升幅。咁如果啦防守位大家參考翻啦，就譬如140蚊呢個咩位置嚟嘅咧，就係見到其實而家大概100天線嘅位置嚟嘅，咁做一個參考嘅價錢，去到140蚊嘅話咧，輪價理論變化就係4仙7，跌幅咧就挨近40%，咁大家咧升跌都要計下，咁啊睇尤其是市況波動嘅時候咧，千祈唔好忽略下跌嘅風險啊。係啊，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即係自己要控制住究竟自己個承受風險能力啊。咁除咗話阿里巴巴之外咧，整體大市其實近期啲人問㗎嚇，跌咗咁多啦，應唔應該買隻盈富基金咧？咁嗱，盈富基金咧就當大家就有時係如果睇好港股啦，即係盈富基金正股咧，隻基金本身咧有時就大家慢慢儲嘅。咁你去到呢啲位置啦，如果你話有兩個取向嘅，如果你話我都想試下刀仔鋸大樹，但係咧你知實體去買一隻正股又好，盈富基金好，如果係買本身嗰個注碼咧，個注碼都好大。萬一個市況咧，其實原來未見底喎，再繼續跌深啲咧，咁你好大嘅注碼就有機會 lock 住咗。咁想小試牛刀嘅話咧，都可以考慮一啲有槓桿嘅產品嘅。嗱，望翻盈富基金嘅走勢，其實同隻阿里有少少似嘅，又係回翻落去咧上半年一個阻力位，睇下有冇機會就阻力 flip 成一個支持位置。同樣咧200天線隻盈富基金咧都升緊上嚟嘅，去到24.7。你見到咧其實今年嘅升浪以嚟啦，掂過2次條200天線嘅，分別就係1月同4月嘅時候，咁啊中間條200天線一路都跟住佢上嚟啦，睇下而家挨近翻呢個位置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少少支持翻啦？咁如果你話想用槓桿去部署200，唔想咁快就用成個注碼背落去嘅，咁縮細個注碼嘅話咧，就18302嘅盈富 call 輪嘅。咁你18302咧，同樣都係下年2026年嘅3月底先到期噶啦。咁啊槓桿俾到13.4倍，嗱見到高槓桿咧，千祈唔好心紅啊！嗱高槓桿嘅好處就係你可以縮細啲嘅注碼，千祈咧就唔好以大博更大，係以小博大嘅啫。咁啊，如果要縮細咗個注碼，啱嘅，咁啊放大咗個潛在嘅回報啦。萬一睇錯嘅，因為注碼縮細咗嘅關係咧，咁假設第一次佢真係再落24000，咁其實反而咧個百分比嘅損傷可能好大，但係咧調翻轉頭嗰個金額嘅虧損咧就可以控制翻啲，咁保持翻個資金嘅靈活度。咁18302嘅話咧，以禮拜五收市嚟計啦，25個3毫6，咁啊輪價就大概7仙3嘅。如果用翻27蚊，即係大概啦227000點附近呢個位置，一個禮拜嘅時間值損耗嘅話咧，對應嘅輪價大概就1毫4仙7嘅。相反啦，如果你話望住條大概200天線24.7做一個參考嘅話，如果落到去嗰啲位置咧，呢隻大概就4仙4，跌幅大概都係40%到樣。咁所以大家就望住嗰個潛在嘅虧損幅度，大家可以承受到幾多，去計翻嗰個入市嘅部署啦。咁啊係，其實咧喺而家大市比較波動之下咧，最緊要就控制住風險嚇，咁同埋睇下自己個投資組合裡面咧個成分係點樣啦。冇錯。咁除咗呢個窩輪之外，係咪近期你哋都多咗一啲新嘅產品啊？係啊，咁見到其實市況近排都比較波動啦。咁我哋咧喺今年嘅第3季度其實都出咗指數恒指嘅牛熊證㗎啦。呢樣咧其實喺市場上都大家如果可能都聽過或者接觸過好多啦，尤其是話聽到啲牛熊證加貨高喎，會唔會牛多就殺牛，熊多就殺熊咁樣咧？咁可以了解翻多啲嘅。咁嗱，如果指數嘅產品嘅好處係咩咧？簡單。係啦，就係望住個恒指嘅升跌，掂唔掂到個收回價。咁如果大家想學下呢個產品，或者想進一步了解我哋星展出嘅牛熊證嘅話咧，可以喺留言嗰度留言翻。譬如啦，個大市由27000落到25000，你眼白白咁睇住，除咗齋等之外，都可以用啲睇淡嘅工具去對沖翻噶嘛。假設想學下指數產品做一個對沖嘅話咧，喺留言嗰度留對沖呢2個字。咁如果反應踴躍嘅話咧，咁不如我哋下一集就試下做一個指數產品嘅教學啊。係啊，我諗你都要先教大家，咁等大家咧認識多啲啊。任何呢啲咁嘅產品參與之前咧，你自己知多啲之後，你就會安心啲做啊嘛嚇。咁好啊，等我哋再睇下佢哋個回應係點樣。咁暫時再揾你上嚟同大家講下，教導一下啦。好嘅，嘛？咁啊臨尾申報翻，我就保持有頭先嘅股份嘅。好啦，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先啦，下個禮拜再傾過啦，拜拜。